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愚中嘅可持續發展小教室。我哋愚中嘅可持續發展小教室終於嚟到第二季啦。我係愚中嘅可持續發展大使謝文浩。我係本年度新加入嘅愚中可持續發展大使黃家樹。我都係本年度新加入嘅愚中可持續發展大使伍燕豪。就等我依個舊人考下兩位新人啦。家樹、燕豪，你哋知唔知咩係可持續發展呢？梗係知道啦，上年地咪教過咯。根據我們共同的未來，可持續發展是指既能滿足我們現在的需求，又不會損害後代滿足他們需求嘅一種發展模式。它涵蓋了經濟、社會和環境三個層面。我仲知道可持續發展中三個層面裏面各自有一啲嘅指標。經濟層面包括維持經濟發展、經濟多元化和創造多元嘅就業機會。社會層面包括發展共融社區，令所有人都可以參與其中，達至社會平等，咁就可以提升整個城市人民嘅生活素質。而環境層面則包括維持自然地方嘅生物多樣性和減少使用自然資源。哇！你哋都好了解喎，所以上年講咩係可持續發展，其實都有17個唔同嘅目標㗎。咁你哋又知唔知道香港依家廚餘嘅現況呢？我梗係知道啦，廚餘係指食物製作、分發、另存及善用過程中產生的棄置物，在當中可來自在處理食材時產生的廢棄部分，例如橙皮、魚骨，或者係未有及時進食而棄置嘅食物，例如係有剩餘或者係過期嘅飯菜。根據2018年嘅數據，香港每日製造11000公噸嘅都市固體廢物，其中超過30% 係廚餘。咁即係意味住香港每日產生大約3300公噸嘅廚餘，即係我哋全港市民每日都整差唔多210架雙層巴士咁多嘅廚餘。呢啲廚餘大部分都係有機物質，可以被加以善用。可惜嘅係喺2018年之前，呢啲廚餘全部都送晒喺堆填區。直到現家，香港有3個策略性堆填區。喺右邊可以見到2014年嘅立法會文件顯示，第一個堆填區最快會喺2017年裏面飽和。明明可以善用呢啲有機物，但係點解要送晒喺堆填區？不但浪費咗有機嘅資源，仲浪費咗堆填區嘅空間。好彩嘅係2018年政府興建了香港首個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O·PARK 1，佢位於小蠔灣，建築物外形配合現代化設計，睇落都唔覺得係一個厭惡性嘅設施，咁就可以降低人對厭惡性設施嘅反感。O·PARK 1每日透過處理廚餘，仲可以發電俾市民用。O·PARK 1係咁樣運作嘅，首先佢會將收集返嚟嘅廚餘送到雙層器物閘門嘅卸料區，之後就會進行破碎，令啲廚餘製成漿狀。漿狀嘅廚餘送到厭氧消化槽，嚴格控制消化槽嘅溫度，維持喺攝氏35度，停留23日。裏邊會有專用菌將呢啲嘅廚餘進行厭氧分解，喺分解嘅過程會產生氣體，呢啲氣體會經過生物隨流塔進行處理，並輸送到熱電聯產機組進行發電。而呢啲分解完之後嘅殘渣會進行離心脫水，即係揈乾晒啲殘渣，之後混合蓬鬆材料運送到堆肥隧道，精確控制喺攝氏55度嘅環境中，經過20日嘅熟成，最終產出符合標準嘅有機
有機堆肥。O Park One 裏面嘅 O Farm 同埋 O Garden 都係善用咗呢啲有機肥料進行種植。我仲知道啲非牟利機構會同 O Park One 攞綠肥嚟種植添，而 O Park One 現時每日可處理到200公噸嘅廚餘，每年亦可以輸出約1400萬度剩餘電力，相等於約3000個家庭的用電量。咁可以令香港每年減少約4.2萬噸嘅溫室氣體排放，令香港邁向碳中和又近咗一步。相信今年喺上水啟用嘅 O Park Two 可以幫助到香港喺處理固體廢物方面達至可持續發展。喺個人層面上，我哋又可以有啲咩行動呢？既然香港依家都有咁好嘅配套去處理廚餘，其實都好需要社會上唔同嘅人士去幫手㗎。我哋可以喺屋企同埋社區入邊參與廚餘嘅回收活動。就例如喺處理食物時將廚餘分開，收集返嚟呢啲嘅廚餘可以放喺社區裏邊嘅廚餘收集箱，咁樣就可以提高廚餘回收嘅比率。呢一小步其實令我哋香港城市嘅發展邁出咗一大步。啱啊！每個人嘅少少努力都能帶來巨大嘅改變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明白，我哋日常少少嘅行為都已經可以令香港變得更好，咁子孫後代先可以安心喺香港居住。我哋今堂嘅可持續發展小教室就嚟到呢度啦。多謝大家收聽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